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清晨再一次来到我们爱我们的神面前哈。感谢主，神在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是主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的来赞美他，阿们。阿们。好不好？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给我们的神，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站立起来，我们要来大大的唱歌来赞美他，因为他的名是配得的。我们要让欢喜快乐的声音赞美他，拍掌来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世直到永远。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世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哈利路亚！一起我们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世直到永远。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世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耶和华超过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过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耶和华超过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过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耶和华超过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
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创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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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他的荣耀高过诸天。是台风天，但是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奇妙，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中前面，能够带着平安来见他，来追寻他，渴慕他。我们带着感恩来做一个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掌权，帮助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哦，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你是配得我们称颂赞美的，从我们做到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当被称颂的，还有继续的要向你花枝赞美。主啊，我们有需的要向你跪拜，主啊，让我们称颂你的名，是创造灵魂的主，也是爱我们救我们的主。哇，在主所定的生日，我们要欢喜快乐。主啊，我们能够突破一切因为台湾的障碍，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向你欢呼敬拜，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哦，哈利路亚！主，我们要继续来敬拜你。唯有你的圣灵掌权在我们当中，唯有你的圣灵带着医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
穷的智慧，谁能测透你爱的高深？谁能晓得你无穷的智慧？谁能测透你爱的高深？谁能晓得你无穷的智慧？谁能测透你爱的高深？谁能晓得你无穷的智慧？谁能测透你爱的高深？如何能描述你是多美丽？王至尊在天上掌权。站立在你面前，只为站立在你面前，圣洁圣美的所有赞美，我站立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愿神你翻转我们的生命，主我们
即使软弱，主，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宣告你得胜的名。主，你得胜的生命就放在我们里面。耶稣，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尊崇、赞美、爱戴都献给你，因为你的名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唯有他是配得我们赞美，唯有他的名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来攻读爱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会众请坐，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赞美称颂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圣殿面前，全心全意、尽心尽力的来敬拜你。主啊，当我们敬拜主，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是赐给我们刚强壮胆信心的神。主啊，你是赐给我们永远坚定不移信心来倚靠你的神。主啊，你说当我们投靠你，当我们倚靠你，我们就是有福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投靠你，主啊，当我们生命当中无论遇到任何的困境难处，耶稣你最大。主啊，这些都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困境，因为神，当我们转向你，你用你的慈神爱所紧紧的包围着我们，爱着我们。主，谢谢你的爱，主啊，谢谢你那无止境包容的爱，好让我们的一生都走在你的命定跟祝福里。主啊，谢谢你，主啊，当我们有任何的难处，主，当我们定睛在你的话语，你的话句句带着极大的爱，极大的炼净，极大的能力。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大大的张口，神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劳苦重担都卸在主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主，你如此对我们好，主啊，你的好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谢谢你，让我们紧紧的倚靠你，相信你。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报告，翻开我们的圣经，翻开我们的内页。本会消息一：本主日龙山教会主日，欢迎江荣辉牧师前来请安及讲道，欢迎兄姐踊跃奉献及代祷。二、右昌教会公告：指挥中心宣布，9月5号到9月20防疫层级的维持。本会所有的相关实体聚会将会陆续为实体或线上并行的方式实施，说明如下 ：A. 本会已获得内政部核准每次100人以内，所以在 A、B、C 这边我们都照着我们现在的整个防疫的层级来维持，所以我们自行参考。第一，牧区部分我们现在所有的看每个牧区以及小组的状况，然后来做实体或线上，然后依照防疫的规定，然后所有如果需要用到教会的空间，请先向办公室提出申请，然后好安排。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早祷会或者周三祷告会，我们都已经采实体聚会，欢迎弟兄姐妹更多的来参加。其余的事工，我们也是照我们现在的整个防疫的规范，然后我们自行决定实施的时间跟方式，所以请兄姐留意配合。第三大点，本会2020年度的第2学期信仰培育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凡依规定申请且符合标准者，请于本日前提出申请，9月16号晚上8点召开奖励小组的审核。本会的9月19号。颁发奖学金。下周主日9月19为新竹圣经学院主日，该院差派郑明志牧师前来问安跟讲道，请兄姐预备心来奉献及代祷。本会的2021年下半年度的装备课程，将于10月1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到9点半开始举办。敬请兄姐向办公室或线上报名，所有的详细内容在周报的夹页报名里面。幸福系统各小组可于9月底前举办福音茶会，于11月
开始幸福小组。上半年度有举办福音茶会或幸福小组的小组，若需要请款，可洽办公室。2、肢体消息互助社1，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在3楼会议室召开理监事会，请各监理事会出席参加。2、社员消费性的利率贷款15万元，利息利率3.6%，即日起到11月30号截止。社员的这是在职的军公教贷款、军警贷款是30万元，利息利率也是3.6%，其到11月底截止。成人牧区，我们在本月9月26号下午3点要在踏底山自然公园举行半日游，费用是100元。然后欢迎成人牧区的组员在9月19号跟小组长踊跃报名。那我们这边成人牧区它有一个影片，那我们请音控。等一下再放啊，等一下。那个我们教界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们教会出生的李依然传道哈，这是蔡美惠执事的他的女儿哈，在后龙长老教会下个主日礼拜天的下午哈，要封牧，要就任成为他的牧师哈，牧师会代表教会去祝贺哈，因为疫情期间本来有邀我们的妇女去献诗，但是现在是不能哈，那我们恭喜他哈，那我们等一下看这个片子哈，之前我先来介绍，今天我们是龙山教会主日，特别龙山教会江龙辉牧师带领了他的家人都一起来要为了建堂我们请他起立，我们拍手欢迎他好，请坐。那还有今天特别有，刚才看到10位志士不是那个庭伟前面带一个。从菲律宾welcome come from 菲律宾一个 young people， 我们拍手欢迎他很谢谢 ，welcome， 他是昨天有去参加我们的青年崇拜他今天又在我们当中应该我们庭伟姐妹会英文可以跟他交谈因为他听英文可以帮助他他在高雄大学是那个。对 ，OK， 我们教会有跟吴云敏教授就合作能够帮忙他在高雄大学有很好的造就，盼望他们也能够带助回去菲律宾好，现在就要来看我们成人牧区有办一个半日游的活动来。有够烦的呀！闷坏了。口罩戴好，口罩戴好。对，口罩要戴好。那还是我们出去透透气呢？那要去哪里呢？鹅銮寮。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黄金海岸。太远了啦。冈山之眼。最近很夯哦，但是有人员管制呢。对了，踏底山。这个好，我可以约我的小组员去那里聚会、分享、唱歌、赞美主、爬山、看夕阳，身心灵都放松了。不错哦，就这么好了。阿妹，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换衣服，马上出发。不是今天是改天不是今天哦。佑昌教会成人牧区邀请各位组员携家带眷，同 Best 一游踏底山公园，感受上帝创造的自然美哦。926成人牧区踏底山，不见不散。上。感谢主我们成人牧区他们用心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信息，能够一起参加特别大家闷很久了相信是一个很棒的活动欢迎我们能够踊跃参加，为此祷告好，我们来攻读今天我们的神的话语。
今天的圣经出处是在腓立比书4章14到20节，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4章14到20节，请。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1次2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需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献诗。对，那个我们欢迎我们龙山教会他们要献一首赞美上主的歌哈，这个是我们在原住民很有名的赞美诗歌。不用穿祭坛的吗？哦，祭坛哈，祭坛对，好，对对对，先唱那个祭坛。
谢谢龙山教会用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歌祭坛来带领我们赞美神他们今天来主要就是为了龙山教会的建堂要建造神的殿，这是最大的征战，但是也是神最喜悦、最得着荣耀的事所以把自己献上为祭成为祭坛。我相信神一定会引导他们，带领他们。感谢主江牧师跟他的家人，就是整个教会今天江牧师在这个地方他的师母也是叶牧师、主任牧师，在大湖教会分成2队他们为了建堂的事工全体总动员他真的就是为了要建造神的殿。江牧师是龙山教会牧师，他们夫妇都在那里牧会。龙山教会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在龙潜就是屏东内埔龙潜那个海军陆战队那个地方就在隔壁那里等一下他会介绍因为他过去在那个玉山神仙的道学硕士班的时候，我曾经受派在屏东上他们的课，所以彼此也认识跟师母所以就也来到我们教会感谢主今天神差他们在我们当中分享这个建殿的信息愿上帝赐福他们，愿弟兄姊妹也为他们建殿的事工奉献代祷。我要把时间来交给江牧师，我们拍手欢迎他，感谢主。主内亲爱的老师陈牧师，还有我们的牧师团，还有我们的小会长老，还有执事们，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哇！刚才我们敬拜赞美哇！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为我们开门，带领我们来到右昌长老教会原来这个就是上帝的安排真的是享受在圣灵的这个同在我们的一家人，我们一切的哀伤上帝都知道，会安慰我们，阿们吗？对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家族为了这个我们龙山教会的募款要就宁愿跟着大哥的服侍纵然受到这个莫名的伤害，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这趟路我们是针对上帝不是针对人，所以宁愿到哪里就是要为着上帝的名来去募款来去祝福，感谢神，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上帝会医治我们这个冤屈，阿们吗？我相信刚才我们的敬拜赞美感谢主我们的敬拜团都会带领都医治我们的伤害了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感谢神很高兴又来到这个怀念的好地方在5、6年前曾经成为陈牧师这个道硕学生在台湾中会所以陈牧师也很乐意的来教我们原住民的牧者学生甚至很高兴的来介绍他所牧养的这个右昌长老教会在敬拜中心我们也曾经上过课，在那边敬拜赞美，我们也享受过我们贵教会这个美食的招牌牛肉面我们在楼上吃过我们很有印象，对，感谢主所以我们谢谢我们的陈牧师这样的关爱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牧者学生，而且也欢迎我们原住民弱势教会来贵教会建堂募款感谢贵教会的这个足情爱我看过我们这个 FB 我们的敬拜团都穿那个原住民的衣服感谢神很有那个足情的爱所以我相信这是上帝美好的安排，特别带着牧师的家族
来到归教会，接受上帝的医治，也让我们有机会，我们在主里，我们一起荣耀敬拜我们的主上帝。真的，耶稣是主，是我们的主人，医治我们。所以我们也来贵教会来学习我们的陈老师的牧养学习策略。感谢主，刚才和老师言谈之间，我有领受过一些了。感谢主的恩典，上帝圣灵会带领所以在此我首先代表我们龙山教会所有的信徒，向我们贵教会来致上最高的谢意。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我们开路，我们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贵教会来学习。也感谢我们贵教会愿意接纳我们来这里报告，还有我们的教会的需要，还有募款的事宜。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了解龙山教会的故事从哪里来的？在民国的58年到60年这个年代我们很多的这个大陆青年随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外省人来到龙泉定居，并且也大量的这个涌入这个原住民的部落，来去找他们一生的伴侣，来成为他们的永远的妻子。感谢主这些少女呢，她们有的是来自这个附近这个三地门乡的，还有马家乡或是太湖乡各村的这个少女，因着结婚而随着老公当兵来到龙泉营区来定居所以由于福音很早就传到这个原住民的族群各部落所以这些随着老公来到龙泉定居的这些美丽的少女们她们因着在原乡就已经有很好的这个信仰基础了所以他们以2个人到3个人家庭小组聚会为开始就努力认真的常常就挨家挨户来去探访这个龙泉的族人然后邀请他们来做礼拜感谢神，教会的人数就这样在圣灵的动工就渐渐的增加了增长了我们教会的行政也步入到正轨了所以在民国的61年的11月28号，也就是在49年前就设立了教会。那么明年就是50周年了，我们就要庆祝我们教会的献堂，来将这个教会来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我们的教会从这个破旧这个铁皮屋教堂我们来看看那个图案在这里这个是我们的旧教堂第一个是破旧的铁皮屋这个外面正在下大雨我们里面也正在下雨太破旧了不得就拆除就建立这个住家那住家呢也实在是太小了那楼上第2楼是礼拜堂1楼是牧师馆我们就想办法说要给它对调因为老人家也年纪也大了无法上去楼上那经过这个设计师的评估呢礼拜堂如果在下面，牧师馆在上面的话，变成会头重脚轻轻不得然后感谢神的带领。那这时候我们隔壁教会可能就听到了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圣灵的呼召我们隔壁教会那个内部长老教会这个李宽仁长老就慷慨的来帮我们购买这个教会这个隔壁的土地150万不止这样甚至他还说那200万借给你们不晓得还跟我们讲说不晓得你们他说这是没有利息的贷款，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能力还感谢上主的恩典，就是这样美好的安排
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向总会申请募款，好，就这样开始展开了我们这个募款哦。所以一直到2016年，委员大会通过预计要重建这个真正的礼拜堂哦，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建造的教堂哦。来下一个，好，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我们教堂的正面已经该到现在的状况了啊。来，我们教堂的右侧特别突出的就是那个7灯台7个窗户意思在告诉我们这个7灯台是叫我们要尊主为大而不是尊人为大的教会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是彼此相爱、同心合一的团队服事感谢神。刚才陈牧师教导了这个小组的牧养，也是很好来带动我们整个的教会的成长第三个就是支持被圣灵所充满的教会，愿神祝福我们龙山教会对第三个我们是教堂的外观第四个我们就从后面照起来更加的明显我们教堂的后面我们的无障碍设施特别考虑我们这些没有障碍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改善教会。我们的大门，我们1楼的牧师馆的这个两边是房间中间是浴室。我们1楼的牧师馆歌厅我们还有副堂，我们这个客房专门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路过龙泉没有地方睡，欢迎你们来客房来睡觉，免费的不需要收钱，那边想要休息啦、冷气啦都有欢迎你们来那个我们的1楼的副堂多功能的教室，文件站啦那个客服班都可以还有我们1楼的副堂，我们的公共厨房，大家可以一起爱餐我们的1楼无障碍厕所我们1楼的女厕所我们1楼的电梯我们的1楼的楼梯我们2楼的这个电梯我们隔壁我们有会议室，还有牧师办公室合在一起，还有上去2楼的楼梯有礼拜堂，有礼拜之前我们2楼的招待室我们2楼的男厕所首先讲到这个厕所为什么那么多因为刚刚开始这个建立教会前辈，我们只有一个这个厕所右上男厕所，女孩子在后面等所以一直憋来憋去所以变成这个大家的玩笑所以特别考虑厕所要多一点不然生病了不好是这个我们2楼的主堂，我们可以容纳120个人这个就是我们教堂的完成样品坐落在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新兵训练中心的隔壁大新村，很好找这个整个的样貌所以继续这个3个面要更清楚那这个是我们的工程预算我们的工程的总价是1550万，但是做起来之后是这个都超过成本了可能都做2000多万了超过了，物价上涨主结构建筑工程1050万，我们的装潢250万，我们的设备250万，我们自筹350万，像我们总会属下各教募款要700万我们向银行贷款500万愿神来祝福感谢神感谢上主的恩典带领我们来到贵教会，我们学习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感谢神所以开始建堂过程当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就像刚才牧师所讲的，但是感谢神，我们欢心乐意的来做上帝的事工，上帝就为我们开门所以在这几年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我们也学会了凡事都以祷告全心来仰望我们这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天父上帝。我们相信
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专门做不可能上帝啊，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上帝必为我们预备。阿门吗？感谢神哦！所以因此我们相信哦，今天是上帝美好的感动与安排预备了我们为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透过我们的信仰认同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分彼此，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关系。我们愿意成为我们原住民族群龙山教会在建坛上的帮助与支持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一样这个腓立比教会成为了这个保罗在欧洲宣教上最大的帮助，也成为了欧洲在第一届的外邦教会感谢神，上帝就是这么会安排，福音就展开了所以腓立比书的4章17节保罗说：“我并不求你们什么馈送，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能够渐渐的增长，渐渐的增加所以来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意思在告诉我们说，保罗不是希望我们自己得着好处，而是希望我们腓立比教会的所有的信徒在福音的这个事工上所奉献、所给的帮助，都记录到他们自己的身上了所以他提到一个非常大的应许，在第19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有余。”感谢神，上帝就是这样如此的安排上帝要将他丰富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希望我们将这丰富的恩典透过我们的分享给出去，我们一同来与上帝来成就这些祝福，就像我们的腓立比教会一样，乐意的帮助保罗，乐意的来成为他的给予所以爱心的付出成为了这个上帝所写的馨香之品上帝就要赏赐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感谢神，上帝在他那里什么都有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为他做美好的事工所以第二个，我们蒙福的管道，当然我们要付出就像5饼2鱼一样，有了这个5饼2鱼，上帝就会祝福更多更美好的这个事物所以箴言11章25节告诉我们说，那个好施舍的必得着丰裕滋润人的必得着滋润。那路加福音6章38节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来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人人家也用什么量器来量给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对人或是对神慷慨的祝福，我相信我们会得到从人或是从神那里充足的怀抱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给的法则我们给上帝，上帝会为我们预备的所以第一个我们的给是一种支持，因为我支持你，我才会帮助你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1章5节，保罗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现在，你们是同心合意的来去兴旺福音。”所以事实上，腓立比教会他没有去拜人和保罗一起同工宣教但是当他们来赞助保罗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支持上帝的成功，愿意和保罗一同来宣教，并没有叫他们说一定要来帮助他所以一同有份于这个兴旺上帝国圣工。所以我相信那今天呢，我相信我们右山教会愿意接纳我们龙山教会来这里报告这个我们建堂的事工，我相信你们是对这个上帝事工的支持。阿们吗？我相信，就像刚才牧师所说的这个建堂奉献是非常美好的事业，
来荣耀归给神。所以龙山教会历史底页将要纪念我们贵教会是怎么样的丰富的教会，乐意奉献给的。那待会结束，我们可以一起来合照。我们贵教会这位明年献坛这位成为这个龙山教会的历史的一页在我们殿堂不能够缺少你们我们不能够缺少这个陈牧师所带领的右山教会，一同来兴旺这些看不见的教会来带领我们来成为明年50周年这个献坛的特刊也是祝福。那第二个，我们的给是一项投资17节告诉我们说，明明腓立比教会都已经给出去了，为什么又要归在他们的账上呢？原来就是这个就是上帝要祝福我们天国的祝福在马太福音19章29节，耶稣说：“凡为我的名字来给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都要得着100倍，而且承受永生享受上帝永恒的福分所以天国银行给的是100倍的祝福弟兄姐妹们，是100乘以100超过我们所需所求的而且又不会腐烂，也不会诈骗集团来偷来抢我是倒闭，因为我们的老板是值得依靠的上帝永恒的上帝，他必成就他的应许第三个，我们的给是一个献祭，刚才我们所唱的祭坛新鲜的活祭将自己献上给神。18节，保罗形容腓立比教会的这个馈送是一个非常美的香气，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个祭物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呢？马太福音25章14节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所以我相信我们油山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为我们龙山教会所做的每一件事募款的施工就好像是为耶稣而做的，做在耶稣基督身上是甘心乐意来奉献给主的这样的给是上帝所喜欢的这个祭物利未记也在感恩祭的这个也说到在这个感恩祭这个馨香之气达到上帝那来上帝就要祝福弟兄姐妹们，感谢神这个馨香的火祭。所以第三个牧师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要大大的荣耀神荣耀归给上帝上帝真的为我们龙山教会开路上帝是一个创造新事还有做新事的真神在以赛亚书43章19节说到：“看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我们教会从今年8月开始我们就开始忙着去募款总会开会通过给我们教会5个这个平地中会，从这个台北，然后再到彰化、高雄、寿山、屏东5个中会那么多的教会还有这个原住民6个中会从这个台二，然后布农3个布农中会这个花莲南斗、桃园乡，还有我们的白王中会、东排，还有鲁开族的好友教会，对，感谢神对，感谢主的那么多间的教会，我们怎么跑真的是给我们难题但是感谢神，撒迦利亚书4章6节说得好，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我们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包括财力，乃是依靠上主的圣灵来翻人成事。阿们吗？在圣灵
没有做不到的哦，感谢神。所以于是我们就着重在祷告方面也加强每个人都重视这个健谈祷告还有我们周间每个礼拜二还有礼拜四我们成立了守望祷告会，都加强这个，就像我们的讲道我们教会讲道一样，要祷告，还有再祷告，再祷告这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不单单如此我们也开始做这个任线的这个计划，筹募建堂奉献每个人都要这个建堂奉献，还有这个长椅1张9000元，每户都要任献1张，就这样按部就班来做计划。于是建堂施工就这样慢慢的展开来有做圣灵就会做工带领我们所以真的是万事皆同能对，如果不是上帝的同在，还有圣灵的这个帮忙，我们怎么能够马上就会上路呢？就这样圣灵的同工指导，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牧管讲道的同工，上帝都为我们安排好了我们有总会的同工你看上帝都这么会安排。台北我们怎么跑的？感谢上帝都安排好了，我们总会的同工帮我们跑，还有我们这个中会的同工也可以协助我们，还有那个退休我们还可以回收使用的木子，他们都乐意欢喜为主征战为我们来为神服事还有我们本教会5位同工，还有我们3组诗班有妇女会的，还有兄弟会，还有本身牧师的家族也乐意献上我们就这样开始进行了募款感谢神，努力了半年，又碰到这个疫情灾害所以那如今呢募款我们总额算起来感谢神，上主有恩典跟我们用我们努力也快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了感谢主，愿神来祝福都超过我们的所需所求所以我们真是要高声呼喊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也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个都是上帝所做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来超过我们所需所求的。我们的上帝真是为我们创造新事，有做新事的真神凭我们龙山教会50几个人，怎么能够如此有极大的作为再加上人家也认为我们龙山教会是个寡妇教会都是女孩子男孩子可以2个3个可以算得起来都是妇女，但是看上帝就要使用妇女的作为真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只要我们勇敢的为上帝来建堂募款，为上帝做工，上帝必为我们来开道路、开江河我们只是同心合一的来去尽心尽力来欢喜为他侍奉，上帝就为我们开路了。感谢主极美的恩典所以当然啦，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我们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还有财力，乃是依靠上主的圣灵，才能够征战得胜才能够完成上帝的美事。感谢神，所以上帝感谢主的恩典，所以今天上帝就带领我们来到我们陈牧师所牧养的这个贵教会来起经来学习如何来牧养经营教会我们看到贵教会所这个建设的一切我们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真的要学习的太多了，但是仍然感谢神所以我们为神甘心乐意来祝福来做工。保罗19节保罗说，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夫妇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上帝必备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结束，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陈老师、陈牧师还有贵教会的接纳，我们的小会长老通过来让我们来欢迎我们龙山教会来建堂募款神祝福
贵教会的这个慷慨祝福，看得起来上帝要做的事太多了看得出来上帝满满的祝福在我们贵教会谢谢上帝大大的祝福大大祝福我们贵教会，我们欢喜的给上帝福杯就会满溢起来。阿门吗？谢谢神，上帝恩和我们一样我们一起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要满心的感谢你，你差遣我们来到右昌教会来学习上主的教会。神也神祝福我们的牧款，来训练我们成为你重用的器皿，来帮助我们龙山教会的牧款，在上主的带领能够早日现场。愿神来祝福，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邀请龙山教会来献诗。
们谢谢我们龙山教会的先生赞美神。我们要来祷告请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为龙山教会他们的建堂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他们的同工弟兄姊妹家人在灵问题都能够得到神的赐福，让他们兴盛，得到神的供应，得到神的赐福，让他们都能够真是借着他们所做的，让神的殿建起来，让神得着荣耀。我们为这个参数台风感谢上帝，没有很严重的伤害到台湾我们感谢上帝保守我们从今天到明天都能够完整平安。我们为了 Delta 病毒也能够守住，不致扩散。我们线上祷告，我们为医院传道下个礼拜要封幕，求神也赐福他在那里有美好的服事。我们为了我们即将开始的幸福小组本土训练的课程都线上祷告，为了软弱的肢体带到神面前。你有什么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呼求，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呼求主3声，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为了今天是主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我们在线上，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来敬拜祷告，是吧？你荣耀同在，是吧？你的恩典从天上降下来。主啊，为了龙山教会，是吧？他们的建堂，他们需要各路奔波，在各地布传，传达这样坚定的讯息。求你与他们同在，恩膏他们，给他们恩典，恩膏恩宠，让他们领受祝福，使建殿的事工能够顺利，使神得着荣耀，更多的人被吸引来归向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保守台湾，我们遇到的参数这么强烈的台风，但是主你让它偏东，让我们没有大的伤害，是吧？为了Delta病毒，我们也能够有控制。是吧？这是你的恩典，我们求你施恩，保护台湾，保守台湾，是吧？我们将你的圣位交托给你，我们要开启了门户的小组，布道的事工，台北的事工，求你的同在。主啊，施恩在医院传道，在后龙有美好的服事，你恩膏他，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来荣耀。亲爱的主，我们许多的软弱的肢体，是吧？我们奉你的名为他们祷告，是吧？求你大人的手在他们身上，你超自然的医治运行在他们当中，使他们得着医治，得着恢复。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我们能够欢喜敬拜，无论是在实体，在线上，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都悦纳我们的敬拜，你都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为了你对我们的保护看顾，主啊，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也向你求，主啊，让我们看见龙山教会的建殿能够得着神你丰富的供应。主啊，看见这个教会在那地方能够让耶稣基督的教会能够在那个地方大大的彰显神的荣耀。主啊，十字架被高举，成为金灯塔，祝福那个地区的人。主啊，也祝福右昌教会弟兄姊妹能够愿意去祝福别人，也领受更大的祝福。主啊，我们的布道事工、栽培事工，求你都同在，求你施恩。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培养更多的门徒，甚至我们有更多的传道人。也祝福在破龙教会的依然传道，能够成为你忠心的仆人，在那里为主发光。主啊，将弟兄姊妹都仰望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连问题都兴盛，让我们所做的尽都亨通顺利。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现在要为龙山教会奉献无论是在我们实体礼拜或在线上，弟兄姊妹，你知道龙山教会的建殿，
你有负担感动，我们可以为他们奉献。我们有这个奉献袋我相信你为主的教会为了建堂所奉献的，神必定纪念也赐福给你。请我们只是来说奉献。圣经神的话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当我们能够甘心乐意奉献，神必定要把各样的恩惠多而又多的加给你们，让你们凡事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上帝是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那给人吃的。我相信他多而又多的要加给你们。我相信我们为神所献上摆上的，他必悦纳你。我们起立来唱奉献诗。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给主用。我要永远爱主靠主，日常与主同行，所有全奉献，所有全奉献，所有一切献于耶稣，所有全奉献。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称颂你。主要谢谢你，你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与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领受那给予的祝福。主要那给予的祝福，当我们去做了、去行了，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要我们相信我们会领受那福杯满溢的生命。主要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是给予的。主要不论是在金钱上、时间上、敬拜上，在每一个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被你更深的得着，我们就要全然的学习更多的奉献。主要我们谢谢你，主要我们赞美你。主要你今天带着你极大的信息在我们的当中，主要我们为龙山教会来献上感恩，他们所需用的一切，他们没有任何的挂虑，因为神你早已为他们充充足足的预备，因为这是你荣耀的教会。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福差遣。愿主的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里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愿你能将他的爱在那蒙蒙的夜里见主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里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主光。祝祷，请全部你们可以平安去。你们所献上自己为祭，也献上极美香气的祭物。神悦纳你们，也要赐福你们。愿神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充足足，让你们灵魂体兴盛，所做的都能够亨通顺利，有平安喜乐充满，能够成为主的管道，成为恩典的出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会众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